接下来去到中华鹿港，鹿港小镇丰富嘅历史文化、淳朴嘅气氛，上海几多年去陪去看咯。不过除了有名嘅古迹、历史建筑以外，有许多平常时都无受到注意嘅老屋，一道老屋韩国系鹿港历史嘅神发展现。不过2012年喺鹿港举行嘅台湾灯会，才是知道鹿港嘅老屋嘅遇到唔是有过嘅危机。古迹、历史建筑由政府资源来保护，不过大多数嘅老屋都系私人嘅，也无文化资产嘅身份，讲卖路卖，讲拆路拆嘅。一群在地人看到问题有阴阳重嘅，都发起爱抢救，爱为鹿港也为台湾留下时代嘅记忆。也都招风眼嘅而家日本式建筑係上早跟人大界，政府老基站好，省立规划行艺术村，提供俾艺术家嚟创作。表行废材或計係社會而路講表，管教為老快樂嘅心情，下啲先嘅都寄出去，落到東江就當等一下，下東東一下協商，也係主村藝術家平繞中發嘅，去到幾個工作室平繞東下意，了不春節獻容易片，老對天當高下來嘅相似，來表現春天到嚟。表現恆春的那一個樂琴啊，那老人家哼哼唱唱那種愉快的感覺啊，那創作這一幅畫的那當下就是春天嘛，感受那種春天的氣息，透過那個弦音然後把它表現出來。平饒中嘅阿爸係廣東台北客嘅，民國38年來台灣，係那平饒中從細出後發土，冇受過任何美術訓練，電動唔會做乜嘅平板。有小提琴啊，你看到二胡啊，也有看到老唱片。這隻獅子，它的手是一種齒輪，一種動力，支撐着它在展演。有一些比較具象的，要讓人家看得懂。總是要有一些隱藏啦，或者是說我表達不出來的，那我去把它做一個拼接。希望透過看佢當時嘅法律分享快樂，係難類了有豐富文化嘅小鎮天土，平饒中的創作後面就下到嘅靈感。鹿港就是可以去接受一些老建築啦，老文化啦。藝術村的話，它是一個聚集，那藝術家聚集在一起的話，可以互相的聯繫，可以切磋。充滿人文藝術氣息嘅鹿港小鎮，除了有名嘅基礎古蹟，其實還有當到幾百年嘅老屋。合結嘅彎紅嘅都嘅藝門，係清朝幾十張藝門當中強調下來嘅。老鬧嘅鹿港老嘅冇形容，後插紅喺那上面味道歷史嘅氣氛度。行業界鹿港嘅老屋，喺可能做透過嘅嘢形容辦公嘅得嘅。它其實是最後面的一個地方，是由後車巷通往鹿港大街的這個後門，就是船呢的貨物從大陸過來以後，從老街的那個正門進來。然後他就搬到這個儲藏空間，然後經由這個鹿港的這個後車巷的這個馬路呢，把貨物運送到大街去。透過兩位係回旋嘅店家，老屋就兩不啷嘅研究咧，看滿米紅嘅鴨葱殺出地。因為台灣很多的這個稻米啊、茶葉的出產非常豐富哈，就從鹿港這邊出口到這個中國大陸。那回來的時候船可能太輕哦，怕會在海上翻覆，所以他們就會運來這個大陸的這個福建白石，是一種花崗岩啦。在暑假下，了咗老屋就見30年冇人大嚟，其書記留嘅整理嘅8年，下列係佢哋鹿港叫嘅天一棟老屋，就上下東到國際紅嘅人來了了。我本來來鹿港的原因，也是因為這裡有很豐富的歷史啊，很古老的特色，然後我很喜歡這種的氛圍，所以我想要來這邊住一下，就是老房子這邊體驗一下。其書記講，32年前台灣社會開始重視本土，係那鹿港從係台灣人前文化磁性當重要嘅一個點。兩下大家當重視古蹟老文化保存，唔講年老人年，將業主千萬元世界燈會發圖，盼到當選股，可以來當風扇當沙皮，
三亚老陆港带来忙适度高界开发危机。鹿港人突然变成这一个好像很好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商人为了要做生意，有时候这个老房子实在是很难修，修了也不见得好用，所以他就把它拆掉。所以鹿港就出现了这种空前绝后的拆老房子的这个风潮出来。官方对本届府起升老府是政府两老表后本人看内，还拿鹿港天然红洋日往前年上后，两下没系列车标放，春冬一对转接停停。那大概在今年的2月底3月初的时候，就是经营厅跟黄信源这块土地易主，然后他们就花了3天的时间，现任的土地所有权人，他们就把前面的这一块黄信源，就是在3、4天之内就把它夷为平地。你只炒地方影响地带，海南的人会嘅系上学后会嘅建院塔海南危险，所以个人嘅老中发展文化区宣布做强停古迹。我们要把后面的经营厅把它给保留下来，而不希望就是借由这种因为这种私人的产权买卖而让鹿港人或者说整个台湾就少了那么一栋更精彩的一个建筑跟文化资产这样子。老房子再这样拆下去哈，可能鹿港也不要再讲这个文化观光或是古迹保护了，这个整身你就是把自己的母鸡杀了，那还拿什么金蛋呢？所以协助基反映为98栋老府，不过古迹历史建筑由政府嘅资金老资年后退休，是半个老府冇本次身份，就要用来保护呢。居然这个政府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来保护这个没有被法定列入保存的这个环境，我们就有一天就想到，如果老房子能赚钱，老房子如果能比新房子更赚钱，那是不是这些人呢就不会因为这个为了要做生意把老房子拆掉？想办法为老府自家传授签约，后来研究发展下去，另外想办法前来下到就强壮上北嘅嘢，强下完成为98栋老府嘅梦想。人一只鱼这大只，哦，真啊牛嘞安尼啦。好，阿这个拖袂起来哦，结果好去鱼拖到水内底，我看到的时阵吼，二话不说冲到水里面，100公尺游8秒。先不给杀菌表情老同作，出从英美的现场中，艺术书店嘅主意，当礼拜都为古田的调度巩固，然后沙沙躺到当老温。招呼6年嘅老夫，全为人写写嘅，看起来当做感情，当做老师妹，表面红和溜人嘅用时嘅生活。我个人感觉就是讲吼，里面是干那外表尔。啊，如果会当加保留伊的空间啊格局，会当讲可以反映讲，迄个时阵人伫这厝内底是安怎生活，然后再加入现在生活元素，让老房子可以适合现在的生活。台湾有很多老房子，它修起来，其实它是不知道如何使用的。那常常经过了几年之后，政府又要花一大笔钱去修。那老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古迹，它其实是没有历史感的，也没有生活感。所以我们想要创造的是真正在老房子可以生存的方法。唔係做夢嚟為政府來提手，佢就希望老大家嘅心、大家嘅力，是不是強下來支持讓老夫保留下來？咁樣嘅老夫就會全球限賽，未曾展現嚟出嘅提自然、提真實、提出生命力嘅方式，介紹老小眾嘅股共鳴下去。